好，而家我哋同大家介紹下呢個我哋 Merryfair 嘅 Nets 嘅嗰個使用功能。OK， 第一件事，我哋先嚟呢邊，就係、呢邊咧，呢個手柄咧向上扭咧，呢個就係升降，個座位嘅升降。OK， 跟住咧呢個扶手，呢度有一個撳咗之後咧，可以升降，扶手升降，扶手前行。左右角度調節 ，OK， 跟住咧，你嘅頭枕咧，你就睇人嘅高度，可以喺呢度咁樣拉上嚟，拉到咁樣咧就 OK 啦，基本上就可以使用到，冇問題。跟住咧，另外一邊就係、呢個就係傾向嘅鎖定，而家係解鎖嘅，咁樣咧你要鎖定咧就推落去個手柄，跟住咧佢就鎖定啦。咁樣你要解鎖咧，就扭翻上嚟，跟住咧傾向落去，總共有4檔鎖定啊，4檔，任何一個到一個檔位咧，你撳落去，咁樣就可以鎖定啦。你要解鎖嘅時候咧，扭咗之後，你要撳一下，佢先至可以解鎖嘅。咁樣下邊呢度咧，就會有呢個旋鈕，傾向嘅力度咧就係咁樣，順時鐘咧咁樣扭咧，就係嗰個彈嘅力就會大啲，即係推背嘅力就會大。咁樣你咁樣掉翻轉頭咧，咁樣解咧就會輕啲。啊，呢個就係 Nets 嘅嗰個使用功能啦。唔該，thank you。